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统计，到昨暝11点为止，凯美风台已经造成5个人死亡，531个人受伤。目前，这风台的暴风圈已经离开台湾的本岛啊。气象署伫头拄8点半，嘛解除陆上风台警报。咱来听详细的说明。大家早安。气象署已经在稍早解除了今年第3号台风凯米的海上、陆上台风警报。我们从动态图上面可以看到，这个台风目前已经来到了马祖偏西方大概200公里的陆地上。过去一段时间受到陆地破坏，因此台风的强度减弱，暴风半径也缩小了。因此，过去几个小时，金门、马祖也脱离了它的暴风圈，包括台湾领海也脱离了它的影响。从雷达回波图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宽广的外围环流还是持续的影响到台湾这边的天气，尤其部分的蛮强的雷雨包都是从台湾西南边移入到台湾的陆地上，因此今天各地都还是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，尤其是中部跟南部仍然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，澎湖也有局部性的豪雨发生的机会，金门、马祖也要留意局部大雨。今天白天的部分的话，各地都是有雨，其中中部跟南部还是雨比较多，容易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可能。到了今天入夜，甚至到明天，随着风向逐渐由西南风转变为偏南风，除了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之外，我们可以看到花莲跟台东，因为同样开始进入迎风面，也开始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可能。所以要提醒花东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，降雨从今天晚上开始会逐渐的增加。另外，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有另外一个低气压发展出来了。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台湾的位置，在菲律宾以东，目前这边开始逐渐的有热带的云系逐渐的发展。我们预期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低压逐渐发展起来。而从未来的资料上显示，这个低气压发展起来之后，有机会朝西北的方向，在下个礼拜1、下个礼拜2前后接近到台湾附近的海面。